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月29号，现在做的盘前规划。本影片纯属个人分享，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建议。若帮助到您，欢迎按赞、订阅、分享。首先来看到加权指数的部分，上周就有提到指数的部分呢，因为过年的期间，那整个国际股市是做一个上涨的动作。那整体而言呢，目前虽然价格的部分接近了前高，但是可以观察到，待会我们来观察到富台指数的部分，可以留意到它已经突破了8月中旬的这个高点，所以呢，下个礼拜的开盘空间呢，其实跳空的幅度蛮大的，那也是刚好因为整体国际股市做一个回升，然后富台指数呢，也是比较追踪加权指数的一个走势比较相似的一个指数，所以我们可以留意到，待会我们可以看到富台指数它现在的位阶大概是在8月18号，也就是目前这个高点的一个位置附近。那当然跳空的部分，除非你当下已经有场布局在这段时间的一个反弹的过程中，已经有持续的布局，不然呢，跳空的部分基本上这个缺口很难去抓到一个进场的机会。买到了通常都会是在这个下个礼拜的一个开盘价。那如果真的下个礼拜呢，我们开盘是直接站上这个区域间之上，那我们可以等待它行情有机会回来整理的时候，我们再去一个区域间之内，压力支撑互换区间之内，去找一个符合自己交易的位置去做一个多单的规划。那如果它突破之后很快的又跌到区间之下的话呢，那当然这边的压力还是非常的大。那不过呢，我们可以比较留意的是，我们可以期待它开在这个价位附近之后，持续的去做一个往上上攻的机会，那再回来做一个区间的压力支撑互换的测试，那我们再去更小的时区寻找一些多单的机会。再看到台指期货的部分，那台指期货的部分呢，在封关的最后一天是做一个上涨的。那由于副台指也是已经过了8月18号这个前高，那所以呢，下个礼拜的开盘价可能会直接来到了这个蓝色线的一个附近。那这里也是之前的一个压力支撑互换区域，所以呢，就可以留意到，行情如果有机会做一个强势的突破表态，那回来做整理测试的话，出现了还不错的一个进场机会，就可以切到更小的格局去做一个进场的把握。再看到金融指数，那由于金融指数呢比较没有像那种富台指数这种期货的追踪，所以呢我们一样主要还是要留意这条蓝色的前高，还有我们标记到目前十字线这个位置是之前的一个压力支撑互换区域。那下个礼拜呢，行情会不会像指数一样出现了比较明显8月18号的一个位置被突破？金融股的部分比较难说，因为毕竟可以观察到台积电的 ADR 是涨得比较明显的。那因为没有其他金融股可以去做一个追踪海外的部分，所以呢，行情的部分呢，可能就比较需要留意，但是呢，依旧是有可能会开在这个相对的位置附近。那一样就是要留意最高的风险。那如果有机会回踩，不管是踩蓝色的线，或者是突破前8月10几号的这个前高后回来做一个整理测试的话，都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交易计划。那当然绝对不要去做一个无谓的上涨追高的动作。
那这个就是富台指数的一个部分。那可以观察到的行情呢，突破了这个8月的一个水平的一个前高，还有前面的一个高点。那这几天的交易日呢，是一个持续的往上走的一个动作，那就可以留意到下个礼拜的指数加权指数台指期货会不会站上8月10几号的这个高点以上。那之后回来做测试的话，我们再去做一个多单的交易计划。再看纳斯达克指数期货的部分，上周有提到，指数呢在这边做了一个压回。那在短线上来讲呢，我们可以有期待它行情如果回到了这样趋势线以下，以上的时候回来做个测试的话，这个还不错的交易机会。那至少这样子可以赚到这一段的反弹。那目前行情呢是突破了这个前面没有突破成功的位置。那这样子来说呢，整体的趋势已经走出了这一段行情，还不确定一定会走出了，只是说至少它已经出现了第一次收在这个区域之外的价格。那下个礼拜呢，我们就要观察，如果它有回来做测试的话，因为毕竟这里也是有明显的压力支撑的前高的位置哦，所以呢，如果回来做测试的话呢，只要留意的是这个长时段的这个区域能不能够提供有效的支撑，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行情反转十字线或者是一段时间的整理，那我们再去这个更小的格局内去找多单的交易计划，回踩测试的交易计划去做。那如果行情又回到了这边以下呢，那当然它可能会持续的进行一个整理，但是这个整理可能就会比较偏向强势一点的整理，直到它又回到了这个趋势线之下，那这样子的行情就会变得比较差一点，就代表它回到了这个整理区间的下缘，比较偏下的一个附近。不过整体来看呢，短线上这边就形成了一个 W 的底部结构。那如果它行情这边高点也有持续的垫高，如果行情有回来做测试，无论是在压力支撑的互换区之上，或者是它回来测试这个低点的位置，或者是下降趋势线的位置，再去做一个拐点，都可以出现的一个明显的上涨的一个上升趋势线的话，未来还是有机会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多单的接应的进场，只要它不要破到这个前低的下面，只要它不要跌破这个位置的下面，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下降的趋势线，这样至少行情这还是维持一个高点越来越高的一个走势。再看到美元指数期货的部分，刚才有提到，一直都有提到，我们只要它明确的跌破之后呢，往上涨到这个附近就是做空，的交易机会比较保守一点，毕竟它还没有确定的突破到区间突破回来原本的位置。那如果行情上周有提到，我们在这个低点的这个位置，就尽量不要再去做空了，因为毕竟可以留意到，这边是一个前低的位置，那我们在这边也有出现一次的整理，下不去，所以呢，如果在这边低点的位置附近才要去做空单的话，很可能就会被上下的波动给影响到你的操作绩效。那如果在这边的附近，你要在低的一个区域去找一个多单的交易机会，只能在很短的格局时间之下去寻找。毕竟以日线的这个趋势来说，它一样是做一个往下的走势。那你拉到更短的格局，也只会看到它是一个下降的一个三角形。
而不是一个上升的三角形。所以呢，在短时区在做的低点要去买多单的进场的话，也是比较偏摸的一个动作，它没有趋势扭转的一个保护在。再看黄金的部分，黄金呢，它上个礼拜依旧是持续的往上上涨。那这边呢，出现了一次2天的一个整理，那行情还没有回到我们先前规划的一个低点的位置。那不过呢，如果它在这边有持续的整理，并且没有办法再出现跌破区域间之下的话呢，未来还是有机会可以在这附近做一个多单的进场。只要美元持续的下探，那在这边黄金就有持续上涨的可能，但是要留意到前面的高点也是逐渐的在逼近当中。那美元已经上涨了好大一段，这个 W 的底部回来做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走势出现在这里，一个 W 底突破颈线之后呢，回来做测试。所以呢，如果纳斯达克有机会回到这边，纳斯达克如果有机会走出一个 W 底之后回来做测试，也会是一个还不错的进场点。再看到比特币的部分，比特币呢依旧是持续做一个上涨的动作，那只有在极短线这样子的一个回调整理回来测试，才有机会上到车。那这边呢，今天又做了一个拉抬，那可能是要开盘了，下礼拜要开盘还是怎样，不晓得。行情呢，现在是做一个上涨的动作，那这边呢才要去做追价的进场，就比较晚了。除非它未来还有机会再回来整理的话，或者是在更短的格局出现多次的下影线的区域，再去找一个短格局的进场点。会比你在这边做一个多单的进场前高，前面的密集区还要来的保守一点。再看以太币的部分，以太币呢也跟比特币一样，但是走势呢比特币比较强一点。那以太币前面呢这边是碰到了一个前高的位置，那并且没有突破，比特币是有突破的。那没有突破呢，可能这边就会横盘的整理一下。那整理了一阵子之后呢，可以在非常短线上观察到一个很小很小的三角形。那到时候出了一个方向呢，我们就是突破。那突破回踩，突破回踩呢，可能就是一个还不错的交易计划，去做一个进场。那当然要留意到前高的位置，还有这个位置会不会出现反压的一个动作。那这样来说呢，这样子的一个幅度可能就比较小。那除非它有机会在你进场，在这个低阶的进场之后呢，突破了之后再回撤，把高点一直往上去，把低点一直往上点。最好的情况当然就是你有机会在突破之后回撤后进场，那它能够再次的突破这个区域，像比特币一样，那回来有机会整理的话，不管你是要滚仓还是要再加码，都是会比你在突破之后再建立部位还要更安全一点。再看到原油的部分，原油的话呢，上个礼拜有提到如果它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突破整理的区域间之后，形成一个 W 底，形成一个 W 底，这个前高有被突破之后，是有机会去做一个多单进场。那这边呢，看似它有突破这个 W 底的一个颈线位置，这个附近，所以呢，在这边再进场，对于整体的交易而言是比较 OK 的。但是停损的部分依旧是要设置。那如果它再跌到了这个颈线之下，这次的交易计划可能就是宣告停损。但是呢，
却能够大大的保护你的资金。那期待它，可以持续的去做一个上涨的动作。那台股新的一年呢，又即将开始。那谢谢大家，祝大家新的一年交易，然后投资都可以顺顺利利啊，一样身体健康，幸福快乐。